高工的连假真久无看，同事敢有变大颗，或者是变假搁较水。看到这个同事忍袂住会想要甲揽，不过即马袂使做这个动作。虽然整体疫情有得到控制，不过毕竟假期有高工，南来北往，搁有各种自费，要是较细致的。医学会执行长王必胜都伫面册分享未来一礼拜5点的措施，包括有镜头都要去体检，做工课拄到更较好的同事，嘛要保持社交距离，减少大型的会议，尽量家己食饭的时阵嘛莫甲别人开讲。办公上好分仓分流规划动线，上基本的要是爱挂嘴暗，较食洗手。中国医药儿童感染科主任嘛是指挥中心专家小组的成员黄国斌医生，嘛强调未来2礼拜是疫情的观察期。潜伏期差不多3.4天哦，那到1个礼拜左右，几乎差不多7%、8%都会发病。从今天开始算的话，往后2周，这2周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，我相信目前来讲，可以说在台湾来讲，疫情应该是相对的稳定。黄国斌嘛进一步讲，目前指挥中心开专家会议，都讲到若是疫情有控制掉，3、4月都有可能减少隔离时间到10天，减少防疫旅馆的负担。台大公卫专家陈秀熙嘛讲，若是国外疫情伫3、4月有较稳定，反正6月台湾边境都会当开放，减少隔离的时间。缩短5天的这样的一个隔离跟检疫，那5天的自主健康管理，3到5月中间就可能需要做一些提前部署啊，所以因此认为就是说6月可能会是一个解封的这个路径解封的一个时期。不过重点要是要赶紧做第3剂疫苗，甚至会当推出做完2剂疫苗，才会当去餐厅食饭的政策。毕竟边境要开放，影响经济，嘛佫需要更较侪的配套措施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